阳历4月24号，我们在南投集集正国寺用早斋之后，那么我写了几句话给大家结个法缘。首先向各位先请大家请安问候啊。 所有的法师们、各位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非常欢喜、非常开心的，今天与各位大家来共享。那么这几句话呢，是师父早上写的。那么我的心意啊，透过这几句话，跟大家互相来鼓励啊，互相鼓励。这个。 首先，这里头的内幕就告诉你：用慧心观照五蕴皆空，用慈心与人和谐相处，用喜心涵容宇宙万有，用信心来开发坚定的念佛。首先，我们简单来给各位大家做一个解释。 用慧心就是用你智慧的心灵，你的体会，你的领悟，要用智慧，要用智慧的心来关照，来判断。这个世间叫做五蕴皆空哦，这是佛告诉我们的。佛告诉我，什么叫做五蕴皆空啊？就受想行识叫五蕴，受想行识，首先是色。 色是颜色的色，色是指什么呢？就世间的一切，你听到的，你看到，你摸到的，你接触到的东西，这个所有的一切，这个叫做色。色以后你要受啊，然后你去接受到、碰触到，你去碰触了，你有这个因缘，因缘，你遇到了，这个叫做受嘛，你接受了。 受了以后，各位怎么样？那受想，你会去想啊。你接受完了之后，你碰到这个环境，碰到这个问题，碰到这个事情，你开始会想啊，人会判断啊，这个好呢还是坏呢？这个是喜欢的，我这个是讨厌的。你会去想，在脑子里面会想。那么想以后呢，你开始行。什么叫做行呢？你就会去做嘛。 怎么去做？哎呀，我喜欢的，我就会去贪求它嘛，我去追求嘛，我希望去占有它。各位，这喜欢的，你讨厌的呢，你会远离啊，你很不舒服啊，心里面觉得我跟这个人没有缘，你想要逃避嘛。我们人大多数都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，那么你想完了之后，你会去做，做完了之后怎么样？凡是做过，走过必有痕迹啊。 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之后，那个灵魂的神识就会这个种子就会种进去，也就我们佛教讲的第8阿赖耶识，就是你的仓库一样。你这个仓库，你所做了以后，经过第7意识这个输送带那个管道，一直慢慢啊，能够送到你这个仓库里面，把它囤积起来。等到什么呢？等到你要往生的时候，这个你种的种子就会浮上来，一一的会呈现出来。所以如果你平常是善良的，是慈悲的，你种的这个种子呢，它自然在那个时候就会放光放亮，就非常的亮丽，那你就到好地方。如果你这个种子是气恨的，我是跟你计较的，我想报复你的啊，心里非常的不平衡，这种心态，你的灵魂就肮脏了，污染了。你污染了，到时候在临命中自然就浮上来。一个很容易易怒、暴怒的人，很容易生气的人，很容易计较的人，你那个灵魂的神识，自然会把你过去所做的这些点点滴滴，会留存在里面的时候，它一暴露啊，你就看得一清二楚，没有办法掩盖。你怎么样躲藏都没办法，所以我们说一点一滴、一丝一毫，因果都是要自作自受。那么他告诉我们，佛就一直强调告诉我们，这些所有种种的过程皆空，都是空的。意思叫做你不要执着，你不要去执着它，做过了就过了，没有关系，不要执着。
因为我们的本性是没有增加，没有减少。但是如果你能看清楚，我不要再去造业。各位，过去的业已经很难消了。如果你再造新的罪业，那不是一层一层的啊，就不好像把它累积吧，你囤积起来嘛，那就更糟糕了。你要一下子要把它拨开，要把它远离，很难。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，我们要用智慧的心来观察，来好好的来去所谓观照，就是你要去观察，然后去了解到原来五蕴皆空，五蕴是皆空的，它是个空性的，它原来就不存在的东西，这些都是假象，都是假象。如果你明白了啊，我们这烦恼就减轻了。烦恼当然当下就减轻，没有这些挂碍，没有这些纠缠，对不对啊？来，用慈心与人和谐相处，要有慈悲的心嘛，慈就给众生快乐啊。我们学佛目的就是，你看给众生快乐，就是给佛快乐，佛才会快乐。因为佛最大的愿望，把众生都当作自己宝贝的孩子，看到这个所有的众生都很欢喜，日子过得很幸福，佛就很开心、很高兴，你离苦得乐嘛。佛就是用这样的心对待我们一切众生，所以我们都用这种慈心跟别人交往的时候，和谐相处，欢喜的相处在一起。我们大家都来结善缘，你有困难来，我帮助你。你有需要，我来挺你啊！就用慈悲的心跟别人好好的、快快乐乐的、和和气气的来相处在一起。可用慈心，用喜心含容宇宙万有，用一种欢喜的心、开朗的心，知道吗？用感恩的心含容，就有这种修养，很好的包容，用包容的很大的人生修养呢，来怎么样？包容这整个宇宙万有，不管是环境我要包容，东西我要包容，人我要包容，所有一切你接触到的这种种的一切，不管你讨厌也好，你是自己不喜欢的也好，但是你都能包容的心，因为人不可能一切都满你所愿啊，事事的顺心啊，很难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称心如意，不是那么简单。但是你跟高兴的人在一起，你也能包容；不喜欢的人跟他在一起，你也能包容。各位，所以我们要欢喜的心嘛，用开朗的心，很有修养的这种度量呢，来怎么样接受所有宇宙万有，好好坏坏，是是非非，恩恩怨怨，困难的环境、讨厌的环境，或者是你不喜欢的环境，你都能够接受它。这样你的跟你没有排斥，心没有排斥的话，你就调和。你跟天地之间一调和，各位，所有的护法神全部都来拥护你，因为你心没有敌人啊。我没有排斥东西，没有排斥人，我没有排斥环境，我的心是调和的，我的心是柔和的。那么这样，所有知道你这个人的灵性就非常的亮丽。一个有调和的人，就心中没有敌人。没有敌人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所有的一切法界众神都来拥护你、疼爱着你、关心着你。你需要什么，有求必应，我全部都送给你。这就是你调和所产生的后面的一个结果。所以我们用欢喜的心来含容宇宙万有，宇宙万有，用信心来开发坚定的念佛。信心从哪里来？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啊，因为他给你保证呢，我一定救这种念佛的人。那如果我救不了你，我不成佛，我绝对不成佛。今天我已经成佛了，我对你许下的诺言，我要不要兑现呢？我一定要兑现嘛。那我要兑现，那我一定非救你不可。那你怎么样让他救啊？你就老实念佛就好了，你好好的念佛就好了。知道吗？你不改变你的初衷，一心一意的对阿弥陀佛相信。为什么相信？因为他已经成佛，给我们众生保证了。保证你只要念佛，我一定救你。
如果我不能救你，我不能成佛。今天我已经成佛了，我表示我一定要把我过去的承诺，对众生许下的诺言，我一定要兑现的。那既然兑现，好，你对他有信心嘛？他成佛嘛？他已经成佛了。众生是因为靠阿弥陀佛的成佛，我们念佛就能往生。阿弥陀佛的成佛，是因为众生念佛能往生，他才能成佛。所以佛跟众生是同时一体成就的，一体成就的。那么我们还有信心，对阿弥陀佛有信心，所以一旦信心建立以后，我们就开发出坚定的念佛，我绝对不怀疑了。这个念佛的信心是勇往直前呐、绝对不会畏头的，就叫畏缩，不会畏缩。我绝对不会裹足不前，我勇往的知道说，我一念佛我就有救了，我一念佛我就到西方了，阿弥陀佛一定要救我啊，安心了。所以念佛就安心的法门。为什么能坚定念佛？因为有信心。你有信心，就你能够坚持，我永远不变，我念佛永远不变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听懂没有啊？今天非常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幸福快乐啊！念佛成佛，阿弥陀佛。